我哋嘅胃入邊嘅胃酸嘅酸性好強，佢嘅酸度足以腐蝕一把不鏽鋼嘅刀片。我哋嘅小腸約有7米長，大約就係一架中型巴士嘅長度，而大腸就有1.5米。我哋每日平均要製造4公升嘅口水，亦都吞咗約4公升嘅鼻涕。4公升就等於2支2公升嘅大汽水啦。口腔係人體最污糟嘅地方，因為呢度同時住咗10億隻嘅微生物，而10億就等於地球1/6嘅人口嘅數目啦。喺正常嘅呼吸之下，空氣會以時速6000米被吸入鼻裏面，而我哋每次打乞嗤就會以時速161千米將外物噴出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戰鬥機嘅飛行時速都係得200千米咋。人體其實係輪流用2個鼻孔嚟呼吸嘅，每3至4小時轉換一次。男人每次去洗手間需時大約45秒，而女人就需要79秒。人體嘅膀胱可以儲存約2杯，即係500毫升嘅尿液，而平均每日製造約4至8杯嘅尿液。一個成年人嘅皮膚總重量約為3.2千克，而我哋每日大約就跌咗10億塊細小嘅皮膚碎片。一生人之中，我哋大約製造咗40磅嘅死皮。我哋嘅腳掌大約有25萬個毛孔，所以我哋每日大約製造咗1公升嘅腳汗。